2024国际大使选美大赛举办迈入第11届，今年有来自丹麦、印尼、杜拜、大陆、越南以及台湾等6个国家的佳丽参赛。主办单位也特别安排进入复赛的选手参观台南各大景点，并拍照宣传，希望透过他们美丽的身影，将台湾的美推上国际。我美不美？我也在这里。好，谢谢。能够举办这么大的，是将台南市的人文向国际推广，也向台湾的女性展现出她的自信美，在美丽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协会透过这一次的举办，把新住民跟台湾人更加的拉近。有很多姐妹来到台湾，没有走过那个上台的感觉，所以我来举办这个，可以推广我们的台湾去国外。因为今年的话，我们有4个国家来比赛，有妈妈的第1代跟第2代。我希望给大家国外朋友知道我们台湾的美丽的好。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活动呢，推动台湾跟越南的文化交流。今年的选美比赛也特别将决赛场地移到台南马术场举办。台南马术协会希望透过协办各项活动，带动马术园区的发展。这个马术场呢，主要是培训这个我们的国手然后造就我们现在目前台南市的一些代表队的选手。然后我想要透过这个选美比赛它力与美的展现它是一个艺术这个马术跟选美它做一个结合，然后呢，想要带动现在目前七德公园这个马术园区这个重要的景点，所以我们结合了一些市集那将来我们一样也会陆陆续续持续在办理这些相关的活动，来促进这个地方让它更加的繁荣。负责安排决赛场地的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表示，配合这次选美比赛，马术协会也安排系列活动，有市集、艺文表演，也有提供迷你马让民众拍照，而且完全是免费对外开放，就是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看到选美选手的自信美丽，也能够亲近马术这项运动。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